耶稣的孙内瓜，你俩嘛一三一三坡，阿就是的活话。你瓜呀，卢卡图次你图，啥次兔子瓜比，啥次黑子瓜吃嘛？自家头瓜比哈塞瓦罗斯你，你是听你的，是把你的那瓜出租进来。自家头瓜，是把耶稣里一直都不得推了白路。侬话呀，咱们专门白瓜比伊拉嘛，是怕的路点嘛做把里比，伊里拉是嘎克伊拉呀。差别一得嘎个铺个那么咋个大，是怕拉天花池被爹嘛做爸不那合作去做我，侬话对我对对被干你，一年做爸的咋咋那么过大这事，一直参加咋合适你，一话得不个咋我，一年啥话对是俺娘哪只瓜来米，推了花池被后年爹嘛做爸不那合作去做我，你嘛是下头瓜比肉的被个拉爹嘛呢？是怕吃拉嘛的，咋个打呢嘛？别个拉掉了。是怕吃拉是嘎克伊拉他不，一表个嘎克铺个巴拉那嘛，肉的苦掉了。肉是路亚的，是怕吃拉我比，肉就咋当爱米？只是怕呀，肉是嘎克的，听你一掉了。我三娘一直家里咋摆下是，一做巴不得咋知我。摆他妈瓜，这巴拉那嘛，提家里一切了，提家里肉差嘛了。对吧呀？是怕吃拉嘛？是怕伊拉嘛觉得嘛伊么么路点那嘎路，后年点那嘎路比是下头瓜白大路。